大除夕市民有唔同嘅慶祝方式，重溫下95年大除夕倒數進入96年嘅慶祝活動。9點鐘開始，拎住市政局派發嘅入場券嚟到維園嘅市民就開始多，警方估計大概有3萬人入咗場，好多都係家長帶埋小朋友嚟。大會安排咗好多攤位遊戲，同埋專俾小朋友玩嘅遊樂場。另外仲有啲場地係俾年青人跳舞同埋唱歌㗎。不過由於人數太多，呢個小妹妹就投訴好多遊戲都玩唔到，排長龍啊！咁為咗要吸引啲家長帶埋小朋友嚟維園呢，大會就特別安排咗好多適合佢哋玩嘅遊戲。咁呢個大笨象呢，就最受歡迎啦。呢個嘉年華會直到午夜倒數，迎接埋1996年之後先至會結束。喺銅鑼灣時代廣場外面聚集咗大批嘅市民，接近0時嘅時候，佢哋就一齊倒數迎接1996年嘅來臨。佢哋跟住唱出友誼萬歲，送走1995年。喺銅鑼灣海皮亦都聚集咗大批嘅市民，等住睇1年1度嘅鳴放禮炮儀式。鳴放儀式由前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女男爵主持，踏正12點，炮聲響起，象徵新1年嘅開始。新聞檔案係由澳門英記餅家贊助。